好，大家好。咁今日啦，主要同大家講講啦，我哋公司最新推出嘅社交媒體數碼推廣方案嘅。咁其實呢個計劃啦，主要針對係一啲叫做中小企啦，或者係一啲客人想打造個人 IP 嘅數碼推廣方案。其實非常之適合啦，香港一般嘅企業啦，尤其是一啲中小企啦，為主。咁個計劃啦，其實最主要個目的啦，就最主要就係幫啲客人啦提升個品牌嘅知名度啦，幫佢哋揾到更多嘅客人。咁另外啦，我哋成個計劃嘅重點嗰方面啦，其實冇任何一啲叫做額外嘅其他東西，將客人嘅資源啦最大咁花費喺啦最有效嘅推廣上邊。好啦，咁早前啦，我哋公司啦亦都幫列表上邊嘅唔同嘅公司做過一啲唔同類型嘅計劃嘅。咁頭先都講過啦，我哋個計劃啦，主要針對一啲中小企啦為主嘅。咁暫時嚟講啦，而家我哋設計咗4個唔同嘅計劃，分別啦，第一個計劃啦，起動嘅計劃。咁專係for一啲客人啦，如果佢譬如話可能係fan page 啊、Facebook 都冇嘅，或者係可能好簡單嘅，咁佢想提升翻公司嘅形象，或者試下社交媒體嗰個威力啦，其實就會非常之適合啦，用 Plan A 呢個計劃。而且啦，我哋更加有一個特殊嘅地方，就係話我哋會直接喺客人嘅 Facebook、IG 做咗啲貼文嘅設計啦，做個靚嘅 poster 之外啦，更加我哋會保證啦，每一個 post 即係話客人每發布嘅 post 啦，都會做翻個引流，幫佢揾50個 followers 入去個 page 同埋 post 嗰度讚好咁樣樣嘅。OK，咁第二個啦就係多平台嘅平台廣告。簡單啲嚟講咧，就係話唔再係咁被動，主動咁啦，將一啲叫做客戶嘅信息，或者係將我哋嘅廣告客人嘅信息，主動咁啦投放去一啲叫目標嘅客戶上邊。咁而 Plan C 嗰度啦，就係一啲叫做口碑營銷計劃，主要就透過 Facebook 呢個媒體啦，咁喺一啲唔同嘅社群裏邊做一啲叫推廣咁樣樣嘅。而最後啦就係一個啦叫做 Google 首頁保證，即係話保證客人嘅廣告一定出現喺 Google 嘅搜索引擎一啲特定嘅關鍵字上邊。好啦，咁我哋入到去詳細睇一睇啦。咁 Plan A 係點樣樣啦？頭先都講過啦，主要係 for 一啲客人可能連 Facebook、IG 都冇嘅，或者係好簡陋嘅用戶睇入到去嘅話，個感覺都唔好嘅。咁我哋咧就會啦，幫客人啦做一個啦叫做靚佢個 Facebook 嘅 fan page 啦，幫佢落翻一啲叫做 opening hours 啊、contact information 啊咁樣嘅基本資料啦。咁另外啦，亦都會同客人了解一下佢嘅產品、服務或者賣點。咁我哋就會根據佢嘅產品、服務、賣點啦，去做一啲叫貼文嘅設計啦、圖片嘅設計。咁另外每個 post 啦，最少 guarantee 啦有50個 like 去 deliver 俾佢嘅。咁呢個計劃啦係啲乜嘢嚟啦？譬如話可以係啱啲健身中心啦，任何一啲客人都啱嘅啦。總之佢需要透過社交媒體將佢哋嘅公司 message pass 俾佢嘅。咁其實大家都一定有用過 social media， 或者客人都一定有睇㗎啦。咁 social media 嘅好處就係啦，可以接觸好多唔同嘅用戶，但係問題用戶接觸咁多社交媒體嘅貼啦，咁如果個 post 嘅內容唔吸引啊，純粹得字嘅話啦，其實唔會有人幫襯，亦都冇人認識佢。咁莫講話可能想多啲粉絲啊咁樣樣，呢啲更加冇可能。OK， 呢度有啲唔同嘅設計。咁另外啦，實質上個操作係點樣樣啦？實質上個操作啦，我哋都會俾一俾啦，一啲 sample 大家可以望一望。咁到時個做法嗰度咧就好簡單嘅。咁我哋就會有一個 showcase 啦，呢個就係我哋幫客人其中一個案例啦。咁斯樂士啦，咁我哋就會有一個啦 showcase 嘅群組啦，咁就會幫啲客啦了解翻客人嘅 promotion 啦，跟住幫佢做一啲啦 post 嘅設計。咁客人 confirm 咗冇問題啦，我哋就會幫佢 launch 出街㗎啦。OK，咁呢個就係有關啦 Plan A 起動社群推廣嘅做法。咁簡單嚟講，客人可以俾啲 promotion 嘅 idea 我哋啦，我哋就會幫佢做設計，發布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同埋 fans 嘅平台。咁當然，如果佢有啲客人話：咦喂，我個 fans 好少喎，咁點算咧？咁其實就可以
加埋我哋其他嘅 package 上去，去提升個效果㗎啦。OK， 咁你見到啦，有啲唔同嘅設計啦，有啲可能再誇張啲，做埋一啲叫做 GIF 嘅動態 banner。不過我哋呢個基本計劃啦，就淨係啦做圖片嘅啫。OK， 好啦。另外啦，如果有啲客人真係話：咦喂，唔係喎，我覺得純粹一啲叫做靜態嘅圖片好悶嘅，咁有冇其他嘅選擇啦？當然有啦。咁第一個啦，我哋有個增值計劃嘅，增值計劃啦就係包度橋、包製作，咁就會係呢個 sample 旺角功能內衣。Hello，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介紹翻一間 Bright。想對一嘅專根本冇留意，唔等價錢冇困擾，有就唔好等啦。好啦，咁大家睇到啦，我哋都可以俾個效果，大家睇一睇啦。咁可以去翻 fan page 嗰度。內衣旺角功能內衣專家。旺角功能內衣專家。嗱，咁頭先大家睇到啦，我哋嘅計劃啦，就會包埋短片拍攝啦，仲會包埋一個演員，提供埋成個影片嘅構思、劇本嘅設計。影片嘅剪接，包埋背景音樂啊、字幕啊、旁白，成條片就45秒嘅最多。咁嗰個效果或者可以帶到啦，有一啲叫做咩特別嘅效益嗱。咁大家可以去翻我哋其中一個客戶案例啦。咁係一間叫 Bar Ins 嘅美學內衣專門店嘅。咁其實咧，客人做咗好多唔同嘅 social media 嘅推廣，一啲設計。咁大家見到啦，4個 like 啦，一啲唔同嘅影片啦，9.4萬個 views 啦。嗱，大家可以睇一睇我哋其中一啲影片啦，1年前拍嘅，對比起其他客人做嘅同樣一啲影片，得3000幾個 view， 一個有4萬幾個 view， 同埋啦睇翻平均影片嘅讚好次數有128個 like， 其他嘅14都係有好多嘅，都係有一啲叫做委任拍攝嘅影片。咁其實見到一個好明顯嘅對比出咗嚟啦。OK， 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增值嘅選項。OK， 咁另外啦，如果又話咦我唔想做一啲叫做 model， 揾一啲 KOL 嚟做影片拍攝啊，我唔想煩嘅。咁其實我哋都有啲啦，叫做啦基本嘅圖像設計嘅影片。咁可以見到啦，即係啲字好似係一啲叫做廣告動畫咁出啦，但係就唔會有人喺度啦。咁包埋聲音啊、旁白啊呢啲，咁或者係我哋呢啲咁樣樣啦。呢啲都屬於基本嘅圖像設計，而咧完成咗之後啦，客人都可以製作嘅話啦，客人可以提供一啲叫做 ideas 啦，我哋幫你做啦，咁亦都包修改嘅。OK。咁呢個就係一個啦，叫做Plan A 嘅增值套餐。OK， 第二個計劃啦 ，Plan B 啦 ，Plan B 係啲咩嚟啦？就係話假設有啲客人想主動咁樣將佢嘅廣告信息，我唔想咁被動喎，我想我有啲 promotion 想推嘅，咁其實就可以考慮呢個啦，叫全方位嘅廣告投放計劃啦。
咁呢個投放計劃係啲咩嚟啦？咁就係我哋同啦一啲叫做香港唔同嘅社交媒體合作。呢個計劃啦就包咗一個廣告設計啦，就係啲圖片嘅廣告設計啦，包埋一啲叫做全平台嘅曝光。咁不過當然啦，叫全平台，咁唔係全香港所有平台都係啦。咁客人啦可以喺280個唔同嘅平台裏邊揀最多3個。咁當然如果係你話，咦想多少少嘅，咁我哋可以再傾嘅。咁另外啦，曝光次數啦，咁我哋曝光次數咧，保證最少啦，喺全個平台裏邊啦，曝光4萬次。曝光4萬次係咩概念啦？咁其實如果客人可能喺一啲叫做傳統，我哋叫雜誌裏邊或者報紙賣個廣告啦，可能都要1萬幾千啊，或者8千得1萬個發行嘅雜誌。咁其實咧呢個計劃啦係會比較適合啦，客人可能喺想喺短時間裏邊做到一啲叫大量嘅曝光，或者係啦目標嘅投放。咁其實究竟係啲咩嚟啦？好啦，我哋睇個圖片可能會比較簡單啲。咁我哋咧就會幫客人咧將佢嘅廣告啦投放喺 Google 嘅網絡聯盟啦，包括係一啲叫做報紙啦、討論區啦、財經雜誌啦。其實唔單止呢啲嘅，仲會有安德 CC 啦、TVB 啦、eSongs 啦、新假期啦、假期日常啦，或者 Even 九巴、eSongs 呢啲網站。咁其實包含晒啦，香港咧其實80%以上最熱門嘅平台咧都已經可以覆蓋得到㗎。咁喺呢個計劃裏邊咧，除咗可以揀平台做個投放之外咧，更加可以啦再精細啲，就係話我除咗我想喺舉個例啦，假設我想喺安德 CC、東方日報、明報同埋星島嗰度登廣告之外咧，更加可以做埋一個咧再精準啲嘅設定，就係話我希望我廣告係針對一啲叫特定嘅年齡層、性別、興趣嘅用戶投放。假設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咁譬如話你做客人係做餐廳嘅，咁如果我哋將個廣告投放喺一啲叫做興趣係對美食感興趣嘅受眾上面，咁樣嘅話，如果去做餐廳而個受眾又中意食美食嘅，咁咪非常之夾咯。OK， 咁除咗呢個咧叫做興趣嘅受眾選擇之外啦，其實更加可以啦選擇一個地理位置，就係話舉個例啦，我做按摩嘅，我可能喺觀塘做個按摩，我希望咧就係話用戶喺觀塘一帶方圓1公里先可以睇到我廣告，咁呢啲都可以做到嘅。OK， 咁其實究竟佢個邏輯係點做啦？其實非常之簡單。嗱，舉個例啦，我相信大家都有去一啲叫做Discuss 啊、UWatch 啊或者一啲報紙 Even Gmail 都睇過啦。OK， 好啦，大家當我哋有陣時入去討論區嘅時間咧 ，Google 咧就會記錄喎。呢個人咧究竟最近睇咗啲乜嘢？佢嘅喜好，譬如話舉個例啦，而家好似我之前呢個 login， 我之前揾過日本嘅一啲叫做名古嘅資料，咁你而家見到啦，佢嘅廣告咧就會推一啲啦叫做鈴木賽車場，係由名古屋嘅鈴木賽車場所買嘅廣告，因為佢知道我最近揾過一啲叫做名古屋嘅資料，佢就會推送翻一啲叫做名古屋相關嘅資料俾我啦。咁另外啦，入到去網站或者一啲 post 裏邊，有陣時我哋見到啦，譬如話 Acer 嘅電腦公司賣緊個廣告，因為嗱而家我哋睇緊嘅係數碼產品手提電腦類嘅，即係話睇得呢啲文章嘅人都係可能對於手提電腦啊有興趣嘅人。咁 Acer 啦，佢就做個廣告話俾人知 Acer 嘅手提電腦做緊優惠。咁相對嚟講就係話睇到廣告嘅客人嗰個目標性啊非常非常之精準，亦都好主動咁樣去做啦。OK， 咁當然啦，下邊仲有其他嘅贊助內容啦。咁呢個唔多講啦。呢個最主要咧就係話啦，佢會透過用戶感興趣或者佢最近嘅瀏覽記錄 ，Google 呢個平台就會喺唔同嘅媒體上邊將
我哋客人嘅信息主動咁 pass 俾佢。OK， 成個計劃啦非常之好，唯獨是唔好嘅就係話，因為呢啲平台裏邊啦個流量非常之大，咁唔係每一次，譬如話頭先我哋見到鈴木賽車場個廣告出現咗喺首頁啦，咁我哋而家再睇啦，有機會啦，未必一定每一次都見到客人嘅廣告嘅。你見到啦，而家個鈴木賽車場就冇咗啦，咁我再 refresh 咯喎。咁你見到又冇咗個廣告啦，再 refresh， 咁你見到啦就出咗支拍卡筆嘅廣告喺度。咁呢個廣告咧，只係咧賣咧，唔係買一個固定嘅位置，即係話唔係話呢個拍卡呢個位置買死咗俾客人，幾時入去睇都睇到，反而係啦，客人嘅廣告就會喺揀選咗個平台裏邊唔同嘅位置嗰度出現嘅。OK， 咁但係當然啦，呢度啦我哋都會有報告啦，俾翻客人去睇翻究竟成個件事嘅成效係點樣樣啊。咁另外啦，廣告格式嗰方面啦，暫時咧就淨係放圖片。如果其他嘅廣告格式啊，譬如話可能一啲叫 creative 啊，有動畫，有埋啲 animation 啊、抽獎嗰啲都可以做嘅。咁但係價錢嗰啲會貴好多。OK。咁呢個可以稍後，如果客人真係有興趣嘅話，咁我哋亦都會 account manager 可能再同客人詳細啲 design 一個唔同嘅計劃。OK， 咁另外啦，Plan C 嗰方面啦，就會屬於啲口碑嘅營銷。咁譬如話客人希望，因為現時好多時用戶買嘢嘅話，譬如話可能呢間公司咁樣樣，舉個例啦。咁譬如話，我哋求其揾一間公司啊，而家上 Google， 好啦，譬如話我哋打功能內衣，咁我哋求其一間啦 ，OK。嗱，好多時咧，大家可以留意到啦，用戶啦，其實喺進行選購或者作一個購買決定嘅時間啦，好多時啦，佢哋都會喺互聯網嗰度啦做一個搜索。搜索嘅時間啦，好多時佢哋都會啦用用戶嘅名稱啦，或者品牌啦上 Google Search。嗱，好似呢度啦，我純粹 random 去做一個示範嘅啫。譬如話，可能呢間公司內衣嘅，咁其實你見唔見到下方呢度啦？其實 Google 啦就會提示最近或者係最近用戶打呢個字眼嘅時間，佢好多時啦都會打相關嘅提示詞。好多時就係話，咦，好唔好啊？呢間公司好不好？如何？咁其實呢個口碑營銷咧就係最主要啦，就係話其實傳統嚟講，對於我哋公司每間公司對於自己嘅品牌都好緊張，但係佢哋都唔知點做，可能花咗好多時間啊、成本啊。揾朋友去幫手，但係一直以嚟效果都唔好嘅。OK， 咁咧我哋見到啦，嗱，親子王國第一個，跟住咧就係連登，下邊係好多一啲叫做討論啊咁樣樣。而佢哋個排位嗰方面啦，啲討論區排位啦，其實會比一啲叫報紙啦排得更加好。而報紙啦，其實用戶都覺得有陣時，啲槍手啊俾錢，反而係一啲評論區啦，即係用戶嘅 comment 啦，對一啲叫做 readers 嚟講啦，或者睇嘅人嚟講咧，更加多信心。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口碑營銷計劃，會喺 Facebook 嘅群組裏邊啦。嗱，咁其實現時我哋喺香港啦 Facebook 嗰度咧有超過3000個不同嘅群組，咁有一啲啦好針對性嘅群組，譬如話可能有啲區域性觀塘飲食嘅群組又有啦，或者大型嘅飲食食或者係北上消費嘅群組，去到30萬個粉絲嘅群組都會有。咁我哋就會喺啲群組上邊啦，我哋會幫客人挑選一個啦適合嘅群組啦，跟住喺個群組裏邊啦，就由用戶嘅意見到一啲叫做其他群組裏邊嘅人，都試過喎，咁佢就住一個主題做討論，務求啦幫客人啦製造一個啦叫口碑。咁舉個例啦，我哋有唔同嘅群組啦，咁譬如話可能係深圳吃喝玩樂資訊啊，
譬如話，可能假設你做 BB 用品嘅，我哋就可以幫你喺2020年至2025年香港媽媽會嗰度幫你做一啲叫做 soft selling。譬如話，假設你賣 BB 用品嘅，或者係做一啲叫做3至5歲嘅學前教育嘅，如果喺群組裏邊，如果你唔透過選擇我哋嘅服務，可能你自己入去做個 account 出文。啲人話廣告啦，冇人做過討論啦，但係透過我哋嘅服務啦，我哋就會幫你處理晒所有嘢。你可以選擇一個咧叫最合適嘅群組啦。出完口碑之後，仲會有一啲啦叫做啦 report 俾翻你，究竟出成點啊，內容點樣樣啊？你事前可以啦俾晒成個輿論嘅控制，你哋知道究竟點做。OK， 簡單啲嚟講，點樣去帶個風向？OK， 除咗呢度之外，我哋更加啦會有一個咧叫 Baby Kingdom 嘅服務啦，可以提供。即係話 Baby Kingdom， 我哋 guarantee 可以喺 Baby Kingdom 裏邊，譬如話你做媽咪用品、做美食嘅，可以話喺 Baby Kingdom 裏邊出個 post 啊，食完呢啲嘢，跟住之後有啲人覺得話啊好好啊，喺成件事上邊唔係話純粹自己讚自己好，話啊我出完之後好好，仲會有其他嘅會員就住所出嘅主題進行討論或者認同，咁而嗰個方式啦，或者啦嗰個評論嘅模式啦，我哋非常之有經驗，務求令到每一個用戶睇得嘅都唔會覺得係一啲廣告嚟嘅。OK， 好啦，最後啦我哋個計劃啦 Plan D 係啲咩嚟啦？就係話 Google 嘅關鍵詞啦。Google 嘅關鍵詞係啲咩嚟啦？咁其實都非常之簡單，好多時啦用戶揾嘅時間，譬如話咦，第一時間睇嘢嘅、揾嘢嘅，佢哋會係做咩啦？就係上 Google Search 啦。喺 Google Search 嘅時間，好多時，咦，客人做咗個網站，咦，都希望排緊喺第一頁喎。我希望啲人一揾喺 Google 裏邊一揾就揾到我哋喎，咁樣樣。嗱，咁當然啦，個個梗係想啦，咁樣樣。咁但係問題好難做到啦。OK， 好啦，咁我哋個服務係咩嚟啦？非常之簡單嘅，你會見到呢度啦，就有啲叫贊助，好似玩網頁設計咁樣樣。打得網頁設計嘅人都係想揾網頁設計，啱唔啱？冇錯啦嘛。咁其實啦，我哋就可以啦，有一個套餐俾用戶，就係話我哋可以 guarantee 佢喺 Google 打一啲特定嘅關鍵字，舉個例嘅，譬如話長沙灣養生按摩嘅，咁喺呢度我哋保證佢一定喺 Google 嘅搜索引擎，包括喺桌面或者手機版，保證都係出現喺首頁嘅。OK， 個形式嘅就係話啦，嗱，譬如話我哋而家用一個無痕視窗嘅記錄，我哋打網頁設計，我哋打長沙灣養生按摩。OK， 我哋打呢個關鍵詞啊，咁我哋試下做一個搜索。OK， 唔係成日有嘅。OK， 唔緊要。咁我哋又試過第二個關鍵詞。嗱，如果個客人咧冇買我哋個 service 啦，我做截圖嗰陣時啦，就見到佢有個贊助深水埗邊間按摩好嘅。OK， 咁而家佢已經冇咗啦。咁我哋仲另外一個範例啦，見唔見到呢度有一間贊助 bingohongkong.com 咁樣樣，你見到有間贊助嘅。咁我哋啦栽咗我哋嘅計劃之後啦，我哋就會 guarantee 用戶無論喺電腦又好或者手機 search 都好啦，你哋嘅位置啦都一定喺首頁。不過啦，首頁嘅位置就唔係一定係第一位嘅喎，有陣時可能第二位、第三位，或者係可能喺首頁嘅下方都會出現。咁呢度會輪排咁樣樣嘅。OK， 咁當然啦，我哋除咗呢個 service 之外啦，我哋公司亦都會有啲 SEO 嘅服務嘅。譬如舉個例㗎，嗱，我而家用個無痕視窗，即係話冇任何搜索記錄嘅。OK， 打網頁設計，
OK， 大家見到啦，排緊第一嘅係一個 Wix 嘅網站，就係話一啲系統嚟嘅。跟住係一間叫網頁王。跟住第三，見唔見到就係我哋公司 Mass Media 公司嘅網站。OK， 喺網頁設計個自然排名排緊第三嘅。咁到時啦，大家如果真係有興趣嘅話啦，或者係可能客人以為我想做多啲喎，我想唔想淨係喺嗰個贊助嘅位置出現，因為贊助嘅位置啦，其實係要每個月去 join 我哋嘅 service 啦，你先可以維持到呢個位置嘅。但係反而如果頭先嘅 SEO service 啦，其實就透過我哋網站製作，再加埋啲優化啦嘅服務，令到客人可以排得高嘅位置。OK， 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啦所提供嘅計劃。咁嗱，最終啦。揀咩關鍵字？譬如話，我係做按摩嘅，我可唔可以揀按摩呢個字7×24喺 Google 嗰度出現啊？無論係喺電腦啦或者手機，咁呢個關鍵字其實啦個收費啦，如果你話揀一啲叫做太普通嘅關鍵字，好多人揾嘅，咁其實個價錢會超貴。如果真係 join 呢個計劃嘅話咧，咁其實需要客人揀一啲叫關鍵字，跟住我哋就會再俾一個咧叫做唔同關鍵字嘅建議選擇，大家去協商下，最終揀邊幾組關鍵字。OK， 呢個係有關 Keyword 計劃最麻煩嘅地方。OK， 咁但係成個服務好簡單，好似譬如話個客做觀塘按摩嘅，一打觀塘按摩喺手機上面。我哋保證個位置一定係可能排第一啊，排第二，總之保證係喺首頁咯。但係個排位即係個 position 位置就唔一定保證第一嘅。OK， 好啦，另外最後啦，我哋都會有一個咧最新，咁而家啦暫時未出街，不過好快會有㗎啦。咁就係啦會透過 AI 嘅 service 啦，會將頭先嗰啲計劃啦，再做一個全面嘅整合，而再進一步就係話唔再係被動去做廣告，我哋會透過 AI 機械人去揾晒全香港所有 LinkedIn 嘅數據庫啦，更加會係一啲叫做 Facebook、IG 嘅知名嘅群組，或者係一啲叫做名人嘅所有 followers 嘅建立咗一個數據庫。咁我哋就會喺個數據庫裏邊啦，咁亦都可以自己建立你個數據庫，去抽取翻你目標嘅客人。譬如話舉個例嘅，係一啲叫做名牌包包嘅討論群組，我哋就會抽取晒裏邊所有嘅群組裏邊會員嘅信息，跟住再透過 AI 嘅機械人不斷咁將你哋嘅信息主動咁 pass 俾佢哋知道翻。pass 完俾你哋之後，唔單止淨係 send 完一次就算。亦都會建立一個機械人，不斷咁樣當你有一啲最新嘅產品資訊優惠嘅時間，透過 Messenger、透過 WhatsApp 或者透過 email 不斷咁將你嘅信息主動咁 pass 俾佢。另外再配合埋啲機械人 ，OK， 幫你做一個篩選，究竟佢純粹八卦問嘢啊，定係真係想幫襯？跟住有埋機械人幫你做對答。再者，我哋仲會啦幫你啦。建立埋一個咧自動嘅信息發布，配合埋我哋頭先講一啲唔同嘅行銷模式，就係話將你哋嘅 information 除咗 target on 一啲叫做特定嘅群組之外，亦都可以主動咁樣轟炸去一啲叫特定嘅群組。譬如舉個例嘅，我係香港做按摩嘅，除咗頭先嗰啲叫做人手嘅口碑行銷之外，我哋可以幫你炸可能係20至30個特定嘅群組，咁就唔會係人手去發一啲叫做口碑營銷嘅建立，反而係一啲叫做 promotion 優惠主動咁發布喺呢啲平台上邊。OK， 就係嚟緊我哋最新2025年推出嘅 AI 自動化行銷計劃，點樣透過 AI 將 AI 嘅技術應用喺香港嘅中小企上邊。而唔再係一啲大家唔需要花時間去學習，唔需要花時間管理，我哋會幫你做好晒所有嘢，有我哋專業嘅團隊，由成個 AI 自動化行銷，點樣做推廣嘅邏輯，點樣去做 account servicing，
點樣去揾客，揾完客之後點樣做一啲數據處理，一條龍咁樣幫大家處理晒所有嘢。OK， 咁呢個呢，就係我哋嚟緊所推出2025年最新推出嘅計劃。OK， 咁假如大家有咩問題嘅話啦，歡迎大家聯絡翻我哋嘅 Sales Manager 啦，即係話可能而家你哋睇緊片喺你側邊同你一齊睇緊呢段影片嘅同事。再者，如果有啲乜嘢技術嘅問題，都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咁另外啦，嗰個計劃嗰方面，呢個自動化行銷或者我哋公司究竟做到啲咩啦？其實大家可以喺我哋個網站裏邊啦，我哋其實公司有幾個唔同嘅網站嘅。咁裏邊咧有一啲好詳細嘅客戶案例，究竟我哋點樣幫啲客做一啲叫做唔同嘅製作啊？點樣提升佢嘅網站排名啊？點樣去做一啲唔同嘅 service？ 譬如話我哋最新頭先所講嘅自動化內容營銷平台啦，透過 AI 自動化咁樣幫你揾客揾生意。好似我哋嘅客咁樣，點樣一年可以唔使錢攞到400萬個 impressions， 而講緊全部你都係目標嘅客人。咁另外啦，唔單止我哋嘅客做緊，其實而家市場上邊好多美容公司或者好多唔同嘅公司都透過 AI 或者係透過 digital market 去攞到好多唔同嘅生意。咁譬如話呢度有一個啦，叫做美容資訊嘅平台啦。咁當你撳咗入去之後咧，會發現咦有一啲廣告喎。咁當你撳入去嘅時間咧，咦原來係一啲叫做香港上市嘅美容公司去做呢啲咁嘅嘢嘅喎，做一啲叫做引流喎咁樣。咁究竟點樣做咧？以往嚟講，可能係需要好多技術、好貴嘅價錢去入門去做呢啲嘢嘅。咁而家咧就係話，你哋只需要join咗我哋嘅 service， 你哋就可以用一個好低嘅成本去 enjoy 到或者感受到 AI 帶俾你哋嘅效益。咁對於尤其是而家經濟唔好，點 cut 嘅都冇理由 cut sales， 而我哋就會幫你創建一個最忠誠、最可靠、24小時幫你揾客嘅 AI sales。OK， 好。咁大家有咩問題嘅話啦，除咗揾翻而家同你一齊睇緊片嘅同事之外啦，或者可以隨時啦聯絡翻我哋。咁我哋唔同網站上邊有一個 WhatsApp 嘅按鈕，大家點擊個 WhatsApp 或者係睇影片下方我哋嘅連結去聯絡我哋。多謝晒。